这2天的天气还算是袂歹，也毋过明仔载开始，就有冷空气来落南咯，会一天比一天较寒，一路寒到拜5、拜6这2天会上寒。另外，伴随着水汽，这个北部空旷地区体感的温度可能只有0度，感受上会比跨年元旦迄波大冷的寒流也搁较重。虽然云有较高，将日头炸掉咧，也毋过早起伫台北无落雨，真侪人趁这个时出门去行行咧。因为这款的好天气到拜四又搁变天。我们预估寒流将在星期4影响，它南下的时候，各地气温由北往南会明显的下降。星期5、星期6，寒流笼罩台湾上空，各地的天气是寒冷的。依照中央气象局预报，这波冷空气伫拜四会变成寒流，影响上大伫拜5甲拜6这2天，而且这波冷空气有水汽，体感上差不多接近0度。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，风比较强的时候啊，加上到时候水汽如果是没有那么多，体感温度相对而言是接近0度的。因为这波冷空气有水汽伫北部东半部敢会落雪，气象局是安尼讲的。我们说这一波寒流南下的时候，水汽是稍微比较丰沛的。但是这波寒流影响的后半期就会逐渐转干，所以我们预估在寒流星期4开始南下的时候，在水汽丰沛的时候，在北部、东北部1000、2000公尺的山区，甚至中部大概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如果在温度低、水汽还比较丰沛的时候，是有机会下雪的。气象局提醒讲，这波寒流落南影响上强时阵是伫拜四暗时一直到拜6的日时，各地温度差不多会降10度左右。提醒用穿一定要穿好少。